你以為我天生麗質唔使保養？錯晒！我以前其實同好多香港嘅女性都係一樣，好忙，係忙到唔記得錫自己啊！譬如洗完面咧，又唔記得搽護膚品，買到成個一樽二樽精華霜，用得嗰2次又擺埋一邊等過期。咁諗住，敷翻張 mask 先啦。不過算啦，今晚都係早啲瞓。但係問題係真係有早啲瞓，我都想啊。其實邊有早瞓過啫？嗱，一係拍戲咧就拍通宵，到有得瞓嘅時候，我又走咗去煲劇喎。終於有一日，我明白咗一個道理：人到中年，有錢冇健康咧就出事啦。但係如果冇錢又冇健康咧，仲大件事啊！其實保養咧真係唔需要複雜，不過最緊要揀啱方法。所以咧，我開始研究 NMN， 由細胞嘅根源去修復。但係市面上又真係好多 NMN 嘅喎，究竟點樣揀先至好呢？我真係好認真做功課㗎，唔係貴就代表好，賣得平亦都唔代表有效，始終都係食落肚㗎嘛，點可以亂試嘅啫？最後我就揀咗 Neo Youth 美康萊 NMN 啊，因為佢咧有多重嘅認證同埋專利，仲有100% 純度都好吸引㗎。我食咗大約1年之後咧，Neo Youth 美康萊咧就揾咗我嚟做代言人咯。嗰陣佢哋先知我已經係佢哋嘅擁躉啦，到而家咧已經做咗4年啦，咁你就知道我哋係幾咁啱 key 幾咁合拍啦。試下 Neo Youth NMN， 你會發現原來靚係可以咁簡單。